同大家分享翻主人自己練習嘅情況啦。咁而家佢就揸住部電話拍翻俾我睇，而主人就用翻我教佢嘅理論同方法控制翻個能量。一開始 hold 住嘅手嘅能量都會比較長。當我收到第二條片嘅時候，已經見到主人進步咗好多。喺呢個階段，連袋鼠入屋嘅時候，超超都可以咁平靜。主人只係上咗第一堂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，每一條片袋鼠入屋嘅時候都快咗好多呢？主人今次淨係攞住部機，唔需要提點超超。你睇下超超幾平靜幾優雅。大家而家睇翻個片段，係咪覺得好大反差呢？以前超超唔俾袋鼠入屋，其實大家覺得佢唔俾入屋啫。如果你咁講，有冇睇過？其實袋鼠都有唔開心嘅感受呢。之前以為用食嘢可以引開佢注意就可以解決問題，原來都冇面對到現實。但係主人學識咗我嘅理論之後，佢已經明白到點樣同狗狗溝通。練習嘅過程一定會先苦後甜，大家俾多啲正能量主人啦。